究竟係咩地方呢？有兩個條件係達到嘅。第一，低海拔先有機會高熔點打造金屬咧，先容易達到一個比較合適嘅溫度。第二，礦產豐盛，因為喺喜馬拉雅山脈附近咧，礦產其實係會喺表面容易去採集。頌缽咧，我哋聽過好多嘅版本啦，可能有人話嚟自印度啊，可能有人話嚟自西藏啊，甚至乎尼泊爾咁樣。究竟係咩地方呢？根據一啲嘅記載啊，其實尼泊爾應該係最早出現頌缽嘅一個地方。而我哋用乜嘢條件去考證呢？其中一個條件呢，就係嗰個製造頌缽嘅技術同埋資源。尼泊爾呢個地點咧，其實屬於喺呢個喜馬拉雅山脈地帶附近啦。咁佢由低海拔到高海拔，所以咧佢係有兩個條件係達到嘅。第一，低海拔先有機會高熔點打造金屬咧，先容易達到一個比較合適嘅溫度。第二，礦產豐盛，因為喺喜馬拉雅山脈附近咧，佢嗰個因為地殼變動嘅原因啦，礦產其實係會喺表面容易去採集嘅。咁人係好聰明嘅，有呢個資源咧就識得去運用。而家尼泊爾咧嘅手工製銅業咧都係全球數一數二嘅，所以咧一般嚟講，我哋知道頌缽嘅製作咧就喺尼泊爾。至於點解同印度有關咧？其實而家尼泊爾係以前嘅古印度，一個叫南比尼嘅地方，所以記住啦，手工頌缽我哋多數咧都會傳自印度啊、尼泊爾啊咁樣嘅。